全世界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回向啊，这是一首歌啦。内容是师父把它简单写，这个有关于怎么样能够祈求世界和平啊，人类能够安乐啊，我们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张回向。但是现在我感觉的很有意义，尤其这个时候啊，是恰到好处了。目前来讲，这个是派上用场，所以我们呢希望啊借这个机会来给各位大家共同勉励，而二方面也我们为众生来关心，为所有十方众生来付出，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把这首歌交给大家哦，就三世诸佛共同来证明。我今念佛要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灾难不起，希望这个灾难呢不要发生了，不要出现。什么叫做灾难呢？各位，你看地震啊、海啸啊、火山爆发啦啊这些事情啊，各位意外的天然灾害，我们希望它不出现啊，祸患不生啊，祸。有人祸嘛，也有天祸。人祸就是发生战争啊，这些领导者、决策者一定要很小心。一旦无辜的百姓罹难了，因为战争的关系而造成这样一个命运的绝迹，各位你知道吗？这个罪过很大，很大。各位生生世世啊，要好几十辈子啊，你要做牛做马。甚至于出生的猪啊、羊来偿还给别人，所以你看，这是人祸。天祸呢？各位，你看这种意外事故之外的这个灾患啊，你看像瘟疫啊、传染病啊这些，如果说一旦呢一直不停的爆发，对人类就产生很大的伤害。所以我们希望祸患不生，不要产生啊。让大家平平安安的、快快乐乐的能够安居乐业。希望说人民安乐大家都平安、很幸福、快乐，天下都太平无灾无难，人民呢都过着一个安定、正常、快乐的生活。所以这一章师父简单这么要做一个回向，希望你们各位听听看这首歌是师父内心里面的诉求了，我的愿望。我要向佛来禀告我们这个所有这种凡夫众生的心声，我们的心声，我们的期望是这样。好。三世诸佛共同证明，我今念佛为向十方，灾难不起，祸患不生。平安乐，天下太平。阿弥
一首啊，主要是回向，回向就是我们的愿望啊，我们心中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啊，我们期待着，希望透过我们至诚恳切的念佛，祈求一切诸佛都来证明，共同来证明，希望人民百姓啊，大家都能平安、幸福、快乐。我们主要的目的用意是这个，所以这首歌呢，应该是很有感情的。如果大家能够提倡，也能够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祈祷，我相信诸佛菩萨会感动。人有诚心嘛，佛有感应啊。以后呢，希望今后往后的日子，所有百姓啊都能无灾无难、幸福快乐，天下整个都太平啊！这个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